来继续来看这个国造的唱水舰，明年度20亿的国防预算，将做朝野争论的焦点。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甲黄仁拢认为，应该先来完成到原型舰的七次评定，无认同一概就来编14年的预算，所以提案甲明年20亿的预算宣布来删除，结果引发到民进党的质疑，讲国民党是企图要来阻挡到国防，嘛伫网络发起到宣传战，一人一句反对删除唱水舰的预算。前人期待将港国造第一只原型舰海鲲号今年将生出坞。根据海军的规划，要伫未来14年内编2840亿，才过7只船舰。严格对明年度20亿的预算，国民党的立委有意见。这20亿的背后，却是夹带着将近3000亿元的预算，企图闯关。国防部不能想要头过身就过，在野党为民众看紧荷包。至于未来要冻结或者是减列，其实都是可以讨论。那也立委马文君甲黄仁提出应该先完成原型舰的海鲲号测评，也无认同做一届编14档的预算。提案将明年20亿拢总台独，市卡心敢若保留2亿。严格伫网络顶，连也嘛发出着宣传战，小连锁发文章，一人一句反对台独将舰的预算。这个在野阵营都是无想要互台湾有将舰，想要弱化咱国国防。那如果在野党有任何的疑虑，可以提出来了哈，我想这个都可以经过充分的理性讨论，但是不要直接背锅。中共最好希望你不要有任何的防卫性武器，不要有任何来帮你，那这就会让台湾陷入到最大的困境。关系到国防安全，朝野拢讲爱个讨论。国造将舰的预算才打上入立法院，哪里已经提早开始攻防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